新北連假的時陣一直咧落雨，這合歡溪步道3.5公里的所在是規個崩落來。林波署台中分署緊急通報，這帶已經變做是崩山潭啊！這2天呢是有派人去到現場勘查，目前將壓到這合歡溪兩邊是無大人。若講到這個崩山潭，伊的欠水量大約是6萬立方公尺。那最含這馬太安溪啊個營口的崩山潭來比，規模無算大。眼前都是大崩塌，順真假的山壁望正平，又閣是另外一位崩塌，還閣有水一直流出來。初五有旅行社領隊評估雨停，閣因為步道無封起來，透早8點外，帶團進入合歡溪步道，到直要到終點進前差不多3.5公里的所在，發現路口崩塌的土石坎起，佇記錄眼前看到的情形，就緊挖倒轉來。也是蠻震驚的啊！出來之後有問。小車司機，這個是前幾天就談的嘛，說也沒有，應該是4月4號的雨是過大到導致它整個塌方。空翕機飛過舊物到崩塌地點的天頂，看到土石已經頓折，閣加河道塌去，形成崩山湖。地點就佇合歡溪步道3.5公里的所在。崩塌源頭是大甲溪事業區的第82林班地，崩塌的範圍差不多200公尺寬。初步早起，閣派人用鏡路深入勘查，研判崩塌應該是清明連假落大水雨引起的。初步評估蓄水量約6萬噸，從崩塌處至下游木蘭橋約14公里範圍內，尚無住戶及耕作地等急迫性保全對象。林波署已經同步通報地方甲相關單位，仁愛鄉公所表示，已經甲當地村長通知村民要注意安全。會有一些果農或者茶農了，應該是不會住在那附近。村長先在賴的訊息裡面，我要跟他們講說，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狀況。林波署台中分署提醒居民，唔通進入合歡溪的溪床。太魯閣國家公園嘛提醒山友唔通閣進入。台中分署表示，若是較好天會閣再進入空翕，才會當掌握完整的資訊進行危害分析，評估是唔是愛用烏雞來降低崩山湖潛在風險。記者採訪報道。